我哋進入到去出埃及記嘅開頭，我哋嘅題目話法老心硬，神得榮耀。我哋要好小心嚟到去讀聖經，因為好容易係會誤會㗎。頭18章離開埃及出埃及嘅記載個焦點係喺十災，我哋嘅興趣都係喺十災。上帝用神蹟奇事大能嘅膀臂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十災成為咗我哋一個好奇心，我哋好鍾意去尋根究底咁樣嘅一段記載。唔怪弟兄姊妹，聖經學者一樣打爛沙盤問到篤每一個災點樣喺埃及發生好有邏輯嘅關係嘅。不過呢個唔係聖經嘅記載嗰個目的嚟嘅噃。嗱，你睇唔到啦，好細，我解俾你聽，簡單講一句。猶太嘅拉比提醒我哋，原來十災嘅記載呢係可以分開三組嘅。點樣分法？頭一組都係記載發生喺朝頭早喺河邊。我哋從來讀聖經唔留意呢啲嘅。猶太人佢哋好小心讀聖經，佢哋注意到，所以第一個災水變血，然後第四個災烏蠅蒼蠅，第七個災冰雹。你留意經文都係從清早從河邊開始。嗱，咁你先得睇落去啦。第二組咧就包括第二、第五、第八個災，你唔記得噶啦，青蛙啊、畜疫啊、瘟疫啊，同埋蝗蟲。呢三次嘅記載呢，或者第二組嘅記載呢，經文係好清楚話上帝吩咐摩西去見法老。咁就唔係喺河邊，咁就唔係朝頭早撞到法老喺河邊。摩西係要特登用我哋今日英文講乜嘢 make appointment 你去醫院 HA 高有個 appointment 喺皇宮。由第三組第3、第6、第9個災呢就完全冇警告嘅，冇約見法老，亦都冇喺河邊清早去揾佢撞佢，冇，完全冇警告。嗱，咁樣嘅一個結構，猶太拉比就指出剩翻最後第10個災，殺長子之災。嗱，我哋可以接受一個咁樣嘅觀察，不過我想再補充一句，猶太拉比睇到第10災最後滅長子，以色列12支派就終於可以離開。但係其實呢一個咁樣嘅結構咁整齊，分開3個組別，重複3次，早上河邊約見法老，完全冇警告，唔係偶然噶。所以你要小心讀出埃及記嘅經文，背後作者記錄歷史嘅事件呢，佢好有心思嘅。你就咁立過去咧，你睇唔到噶。個心思喺邊度呢？咁10災其實好沉氣，點解要10次啊？咁原因只有一個，就係法老嘅心剛硬。法老嘅心剛硬呢一個事實係貫穿咗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之前
一段等候嘅時間，心情起伏忐忑，又話俾又唔俾，又反悔，法老嘅心硬，始終係一個清楚嘅事實原因。聖經都係咁樣記載嘅。出埃及記第4章，第一次摩西都未翻去埃及，喺米甸嘅曠野見到焚燒嘅荊棘，上帝呼召佢，同佢講乜嘢？你翻去埃及，你要留意我指示你一切嘅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上帝再講多一句，畫龍點睛，但我要使他的心剛硬，他必不容百姓去。唔講又是可喎。你有冇留意到？有時讀聖經講少句咧，我哋都容易跟，容易明白。上帝講埋呢句，咁法老真係好無辜啊，係嘛？即係佢想俾以色列人去，神使佢嘅心剛硬，咁邊個要負責任啊？你讀聖經讀到呢處咧，如果你真係清醒嘅你就會話上帝玩死我哋，係嘛？你有咁樣嘅反應好正常噶。中文聖經面對呢一個難題，和合本100年前加咗6個小字插注，有冇留意噶？讀聖經嘅時候好緊要噶，嗰啲係翻譯聖經嘅人嘗試幫助我哋解決我哋嘅心裏邊嘅疑惑。但我要使他的心剛硬呢，和合本話或作任憑下同，識解嗬？下邊仲有好多次噶，每一次你讀到，其實唔係神使佢嘅心剛硬，係神任憑佢剛硬啫。咁好唔同咯，係嘛？由得佢唔改變佢，隨佢上帝任憑法老剛硬和修版啱啱100年之後修訂100年前嘅中文譯本，就將和合本呢個小字嘅插注變成嗰個正文啊！你打開和修版，但我要任憑他的心剛硬，就冇咗使他的心剛硬。有冇解決到個問題啊？有，係嘛？一天都光晒咁。不過你熟聖經，你會記得呢個任憑其實係嚟自羅馬書第1章嘅。有冇印象？係使徒保羅解釋外邦嘅罪惡滔天，明明知道有神，卻變成偶像，係神任憑3次。道德淪亡，烏哩單刀，羅馬帝國嗰種嘅驕奢淫逸中文4個字真係可圈可點噶。係上帝任憑外邦。呢個係保羅嘅神學。呢個係新約聖經羅馬書好清楚對外邦嘅描述。但係保羅喺嗰處唔係講緊法老，得唔得啊？冇特別講呢件事。出埃及10災，法老心硬係因為神任憑話，咁借過嚟用啦，咁就問責自負啊？識唔識呢4個字？聖經冇咁講過噃，不過係中文和合本到和修版，唔知邊個編輯，邊個聖經學者，可能香港嘅你都識嘅都未定，決定咁樣去解釋嘅啫噃。
嗱，咁我哋就必須要翻嚟問出埃及記記載神使法老嘅心剛硬，係咪有任憑嘅可能性呢？如果係，咁就真係翻譯得好。如果唔係呢，咁就仲要等下一次和合本修訂版點樣再更正㗎咯噃。係啊，翻譯聖經好痛苦嘅，係一個嘗試，但係要討論㗎。嗱，我哋今日嘗試睇一睇出埃及記係點樣睇神使法老嘅心剛硬。嗱，出埃及記記載法老剛硬總共20次，但係好整齊嘅。所以讀聖經有時真係要坐低好好地閂埋道門，唔好俾電話響，你慢慢去數。哎呀，邊日得閒啊？好，咁就聖經學者幫你數咯，係嘛？仲要數希伯來文，唔係數翻譯中文版。20次嘅剛硬呢，各有一半係神使佢嘅心剛硬，另外10次係法老嘅心剛硬。如果你睇翻10災3個組別嘅結構，你睇唔睇到作者喺嗰處其實係好小心嘅傳遞緊一個好重要嘅立場。簡單嚟到講，法老剛硬，上帝有份。呢個聖經從來都冇將上帝置諸度外，唔關你事，所有嘅事情都關上帝事，並且喺呢一處10次，聖經講到明係上帝使佢剛硬，但係另外一半，即係法老自己都要負一半嘅責任噶噃，識唔識咁樣睇啊？一人一半，最好啦，冇得賴51票對49票，大而美法案通過，副總統casting vote， 唔係係50對50我哋又用翻西方嘅政治講法嘅 hung parliament， 一半對一半，邊個要負責？一齊負責。呢個係20次嘅經文記載提醒我哋，唔係偶然嘅，唔係撞彩嘅，你可以講係特登㗎。作者喺呢一處係用咗咁樣嘅結構，咁樣嘅次數嚟到提醒我哋，係剛硬法老有份，上帝都有份。咁就繼續睇落去更加精彩㗎咯噃。不過呢處呢，你中文聖經就睇唔到㗎啦，因為剛硬呢個字呢，其實喺希伯來文係有3個唔同嘅動詞嘅。哇！我哋呢啲小評信徒邊日識啊？咁係又唔使咁謙卑嘅譬如信徒就信徒，就唔使評嘅係嘛？又唔使話自己係少少嘅，你都咁大隻坐喺樹落咁係嘛？所以讀聖經係要解嘅，要講道嘅，係要教導嘅。唔係我匿埋打開聖經靈修，你知道靈修呢個傳統係中世紀教會修道院嘅習慣嗎？你知道每一個修道院嘅修士讀咗幾多年神學嗎？所以佢哋可以打開聖經自己睇咯。你明唔係人掟本聖經咩新約父詩篇唔使約翰福音佢就睇得明噶啦，唔係噶，千祈唔好有咁嘅錯覺。所以要解俾你聽咁上帝同我講說話，我點會唔明噶？咁歷史事實擺喺眼前，上帝喺聖經裏邊係講希伯來文嘅，你識嗎？
唔識啊，咁你要靠翻譯咯，要有人幫你咯，係嘛？讀聖經就係要咁謙卑噶啦，冇得自己自把自為噶。嗱，20次原來用咗乜嘢話？剛強12次，頑固2次，沉重6次。啊，你睇下，加埋係20次。所以下一次如果翻譯出埃及記咧，我就會堅持要譯翻出嚟噶啦，因為好重要噶，3個唔同嘅動詞呢個你影相又好，影相都冇用噶啦，佢俾你係嘛解俾你聽，講俾你聽個事實就係佢唔係一齊出現嘅，佢係參差咁樣不停換嘅呢個動詞。乜嘢意思啊？嗱，影完啦係嘛？轉下一幅咯。面對每況愈下嘅災難，法老仍然唔肯容許以色列人離開，佢嘅頑固可想而知，係咪？10次哇！呢個人真係 stubborn、stupid， 你一路鬧佢係嘛？個頑固。但係你有冇留意到個事實係乜嘢啊？出埃及記用得最多嘅唔係鬧法老頑固咩話？只係出現咗2次啫，出現得最多嘅12次嘅係剛強。你識呢個字噶？約書亞記，上帝同約書亞講乜嘢？你要剛強壯膽，係好 positive、好正面嘅一個字眼。法老願意再三同奴隸嘅代表見面談判。嗱，你都要明白，佢係文明古國嘅君主，佢嘅政治胸襟，佢嘅手腕唔簡單噶，但係見還見，係嘛？影相還影相，開記招還開記招。作為一國之君，法老唔能夠三心兩意、朝令夕改嘅。你今日睇特朗普你就笑噶啦，又話咁，跟住又唔咁，所以而家叫做咩話？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識呢4個字係啊，唔得噶。係笑話嚟噶，但係更加嚴重嘅就係邊個仲會信你啊？你呢頭開口噏嘅，下一秒鐘就改嘅，咁冇信用噶噃，法老唔得噶噃，所以佢嘅剛強亦都係一國之君必須要擁有嘅心理素質嚟噶。你同我唔夠噶，上到去我哋驚噶，明嗎？坐呢個位唔容易噶。嗱，法老從小就培育出呢個堅毅嘅性格，但係亦都需要上主不斷嘅扶持幫助。你話佢唔信上帝噶，咁佢拜偶像噶，咁啦。舊約聖經獨一嘅真神，聽得明嗎？所有一切嘅好處係從眾光之父嗰處嚟噶，無論你識佢，你唔識佢，他叫日頭咩話？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嗱，呢個係聖經獨一真神嘅信仰立場。所以法老嘅乜嘢話？剛強，上帝有份嘅，或者用聖經嘅講法，識讀啦。上主使法老的心唔係剛硬，係剛強，得唔得啊？明白嗎？好，嗱，再睇落去經文，其中5次提到法老剛強，亦都重複強調認定
呢個係正如上主所說，7章、8章、9章都係咁樣講。呢個正如上主所說，就清楚表明事情始終喺神嘅看顧掌管當中，冇嘢唔關佢嘅事嘅，冇嘢係上帝睇漏咗嘅。正如上主所說，上主明白以色列嘅苦況，所以差遣摩西帶佢哋出埃及。上主亦都明白法老治國艱難，所以賜佢剛強。識唔識咁睇啊？呢個係出埃及記啊，唔係一個任憑就解決咗個問題噶。或者咁樣講，出埃及記其實好現實嘅，佢擺翻我哋喺一個現實嘅世界當中，唔係一個非黑即白嘅童話世界裏邊。不過最值得我哋斟酌嘅，仲係第3個形容法老剛硬嘅呢個動詞沉重6次。呢個字係冇錯，係解重，法老加重以色列人嘅苦工。5章第9節。原來中文聖經譯摩西笨口笨舌4章第10節，重複嗰個字眼都係重、沉重呢個字。不過最特別嘅其實係14章3次出現沉重，係度講緊上主嘅榮耀。嗱，咁呢個你要讀希伯來文先至明噶啦。咁中文聖經明明係唔同嘅字眼，榮耀就係榮耀，係嘛？點會沉重又係榮耀 ？Kavod 呢個希伯來文的確可以咁樣解嘅。原來喺法老嘅頑固，佢以為係佢嘅剛強，佢竭力去維護自己嘅榮耀呢個過程當中，亦都正正係上主得榮耀嘅時候。出埃及記唔係講任憑，上帝放手由得佢，唔係，上帝由始至終掌管成件事情。佢唔單止掌管10災，佢掌管法老剛硬。你而家你識得讀啦，法老嘅頑固，法老嘅剛強，法老嘅自尊，法老嘅榮耀，全部都喺上帝要得榮耀嘅經過裏邊。所以14章嘅經文，上帝同摩西講：我使法老嘅心剛硬。我哋用翻和合本嘅翻譯啦，係嘛？咁原本即係邊個字啊？咁你頭先睇翻影咗相啦，係嘛？唔見咗啦，咁唔緊要啦。你知道法老要追趕以色列人，我要喺法老同佢全軍嘅身上得榮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華。重複17、18節，再講清楚啲。我要使埃及人嘅心剛硬，他們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軍車領馬兵上得榮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車領馬兵上得榮耀的時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了。先提一個警告，唔好俾荷里活電影唔係 Universal Studio 唔好俾電影嘅特技壟斷咗我哋讀呢一段過紅海嘅歷史事實。
電影嘅特技做到真係哇吓，海水好高噶，條魚嚟到過唔到嘅，因為中間隔開咗兩條魚喺度等紅綠燈，係嘛？你好記得嗰個情況？嗰個徹頭徹尾係荷里活嘅特技電影，你知道嗎？唔知啊？乜唔係咁樣發生嘅咩？唔係啊，唔係啊！你咁樣讀聖經咧，難怪你再大個啲啊，聽多兩句啊，你就覺得假嘅咁，假嘅係電影，對唔住，假嘅唔係聖經。聖經點樣記載？我哋可惜冇聖經喺手，係嘛？你睇一睇14章嘅21節，耶和華用大東風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開，海成了乾地。唔係講緊太平洋，唔係講緊大西洋，海喎，咁係海。不過我都係去年去希臘遊船河，先至知道呢個事實。希臘嗰啲島好靚噶，有冇去過啊？Santorini， 哇，真係靚到無以倫比。點解佢哋啲屋可以起得咁近水邊嘅？原來地中海係冇潮汐漲退嘅，知道啊？保證你唔知，保證你唔知，因為直布羅陀嗰個海峽好窄，所以大西洋嘅水月亮潮汐唔夠時間入嚟地中海，明啊？所以湖幾大？我啱啱喺多倫多翻嚟安大略湖，好大啦，咁冇潮汐嘅，所以同海邊係兩回事嚟噶。地中海原來冇潮汐漲退嘅，因為佢幾乎係一個湖，不過唔係佢通出去係大西洋。但係過紅海唔係地中海噃，有潮汐嘅，喺邊度啊？你識地理，你識個地圖係嘛？係喺南邊波斯灣，但係上翻去埃及同西奈半島嗰兩個分叉位。嗱，用我哋今日最熟悉嘅經歷，沙田城門河。你識啊？你幾點鐘去行噶？從來都唔行嘅，恭喜你未到呢個年紀。你一早去行，同你晏晝去行，同你晚黑去行，個水位可以爭好遠噶噃。有時會浸到上嚟，嗰啲即係隧道唔用得。有時亦都會，我見過，我住沙田咁耐。低到哇！乜原來咁淺嘅咋？見到個河底噶，啲魚喺度跳噶咁樣。嗱，呢個係潮汐。神用東風，海水一夜退去。嗰個唔係一個不可能嘅事。你想象大海洋就不可能，但係你想象一個好窄嘅點講？城門河嚴格嚟講係通出去海噶，係嘛？你知道噶，你住沙田冇理由我要解俾你聽啦，係嘛？所以嗰個潮汐漲退，但係特別嘅地方有兩件事。第一，呢件事情唔係時時都出現噶，一般嚟到講唔會發生嘅。但係嗰次特別水退得厲害，以致以色列人啱啱嚟到可以行過對岸，係個 timing 所以真係要十災嘅，要等噶你早啲嚟到咧，啲水係照舊嘅。但係更加難以解釋嘅，睇唔睇到？喺出埃及記嘅記載，法老嘅追兵包括馬兵，包括戰車。咁又係要考你嘅常識啦，即係唔係步兵，分唔分得到啊？係騎兵，
點解？好簡單啫嘛，佢要追啊嘛。以色列人走咗啦，閱兵啊，無論喺華盛頓好定係北京好，追唔上噶。嗰啲方陣慢慢行嘅咋，係嘛？所以要追一定要快，要快就一定係騎馬，清楚啦。所以法老嘅軍隊要追趕以色列12支派，係要追到去海邊，有一段好長嘅距離噶，追到啦。佢哋係騎兵，咁我就問啦，嗱，我讀聖經真係好多問題噶，唔知你有冇問？點解要帶埋啲戰車去咧？戰車愛嚟做乜嘢嘅？知唔知啊？啊，唔知啊，唔係坦克。係以前用馬拉嘅戰車啦，只有一個目的嘅啫，沖散嗰啲好多人啊，當然係士兵，嗰啲步兵啊，佢哋結陣，攞晒盾牌，攞晒長矛啊，但係戰車嗱唔淨止係隻馬，仲有好重嘅鐵車衝埋去，咁就可以沖散。幾多人話？60萬人啊！嗱，就算佢哋唔帶武器，當然唔可以沉重嘅盔甲，否則追唔上嘅，隻馬會喘氣嘅，係嘛？要換馬，唔係成隊馬兵輕裝上陣，但係帶埋戰車去。嗱，坦白講，佢哋唔係想將以色列人拉翻嚟埃及嘅，明白嗎？佢哋係想沖散佢哋，死嘅死，傷嘅傷，作為一個殺一儆百，仲有邊個啊？埃及仲有好多奴隸噶，唔好走啊，唔走得噶，你睇下，所以全副武裝唔係一定好沉重噶，要追要快。但係個奇怪嘅地方就係咁有經驗嘅騎兵嘅統帥嚟到海邊，竟然會命令衝落去。你有冇諗過啊？讀聖經我哋唔諗呢啲嘢嘅，反正金鐘到站啦，夠鐘起身啦，所以唔好喺地鐵讀聖經咯。你邊有空間時間去沉思去默想啫？你要問噶，訓練有數啊！古代文明古國嘅埃及最精銳嘅馬車馬兵，點解去到海邊會衝落去嘅？個領袖個元帥睇唔到黑掹掹，更加唔會隨便衝落去，係嘛？你做得領袖，你做得元帥，你要為全軍負責。水退咗啦，咁你有常識噶嘛？嗰啲係泥扮嚟噶嘛，係嘛？人輕裝行過去，推架木頭車 OK， 你嗰啲係鐵車嚟噶嘛？識唔識解啊？一定 get stuck 噶，呢個係常識嚟嘅。尤其是你係統帥、統領馬兵、統領戰車嘅部隊嘅，你冇理由蠢到會號令殺衝啊！咁你估拍電影咩？你估10零歲咩？好有經驗噶，30、40歲嘅領袖，身經百戰，點解會衝落去？拉比有一個好卡通嘅解釋，我講到明係卡通，不過好有根據。雅歌書記載第1章。嗰個新郎第一句說話開口，第一句稱讚佢嘅新娘，點樣講？你又冇聖經，信我啦，我讀俾你聽啊，好嘛？雅歌書嘅第1章，呢個新郎稱讚新娘嘅第一句說話，佢話：我的佳偶，我將你比法老車上套的駿馬。1章9節，嚴格上係譯錯咗噶。
嗱，點解我咁講咧？咁大膽咧？第一，唔係駿馬，係雌性嘅馬匹。有分別咩？好大分別。戰馬一定係雄馬，唔係雌馬，分唔分得出啊？雌雄。所以點解會有一匹雌馬出現？呢個佳偶係女仔嚟噶嘛？所以個比喻講我將你比作法老，唔係車上套的駿馬，係法老車隊中間忽然之間出現一匹雌性嘅馬。嗱，咁希臘嘅歷史記載有記載過嘅，就係當兩軍對陣，對方出馬隊嚟到攻擊，我哋只有步兵。但係呢邊好聰明，呢邊嘅統帥揾一隻雌性嘅馬匹，講再明白啲，發情嘅馬匹放佢出去，明白嗎？明啦，都幾叻噃，不過後生嘅好似唔係好明。你引起混亂噶，即係嗰啲紅豆豆嘅戰馬聞到嗰陣味就撲埋去噶啦。嗱，拉比話點解雅歌書會咁樣記載？幾時佳偶以色列上帝嘅新娘會出現喺法老嘅馬隊之前？咁咪紅海邊咯。上帝將行咗一個乜嘢嘅神蹟？唔係海水堆起成壘，而係讓法老嘅馬隊以為以色列係一匹雌馬。你點樣號令佢停低都冇用，佢就搏命衝落去。卡通嚟啫，明白嗎？好幽默噶，但係有聖經根據噶，有典故噶，並且亦都只有呢一個解釋合情合理嘅，即係人嘅命令冇可能衝入海裏邊，但係馬嚟到呢一刻唔聽使就衝落去。哎呀，咁就俾水浸死？唔係，啲水退咗噶嘛，係點樣？stuck 咗喺度。啲車全部推又推唔喐，拱又拱唔喐，啲馬又跑唔喐，冚唪唥喺晒個海中間。有啲水翻嚟啦，啲水翻嚟會幾快嘅，你知道嗬？知唔知噶？唔知啊！哇，我哋真係幸福啊！香港渠務署真係令到我哋從來都冇水浸，好快噶。不過係河水。海水翻轉頭，你唔知今晚去城門河瀑喺度睇睇帶幾包雪糕去坐喺樹數數，有段時間噶，唔係即刻冚冚聲咁嚟噶。所以其實埃及人係有時間走噶，你知道啊？水翻轉頭你都唔走，你搏乜啊？哎呀，佢哋好重噶，走唔喐，唔係輕裝上陣，所以人係可以走得噶。關鍵就係你走得幾遠。你出到海中心，你唔夠時間走翻嚟。試過冇？我試過喺蘇格蘭愛丁堡嘅海邊，哇！水退，有條路可以行過個島嘅樹嘅，嘣嘣嘣嘣嘣行咗過去，水漲翻唔到轉頭，會噶。不過我哋冇呢啲嘅經歷，所以我哋唔需要想象所有嘅軍隊都浸死晒喺海水當中。如果係咁，邊個報信息翻去俾法老聽，以致上帝嘅名得榮耀啊？唔係，但係個關鍵就係好特別嘅，喺成件事情當中，以色列人係手無寸鐵嘅，唔係兩軍對陣得勝。呢邊係平民老百姓，真係老弱婦孺拖男帶女咁樣過紅海。嗰邊呢？嗰邊係最精銳嘅海軍陸戰隊，最精良嘅配備，最精銳嘅馬隊同埋戰車，全軍覆沒。係啊。
時間雖然差唔多，我講多半句啦，因為我知道你諗緊乜嘢嘅，太熟啦。次次係咁就好啦，係嘛？次次都係咁，神嘅榮耀，哇！我就俯伏敬拜。不過唔係次次都係咁噶噃，係唔係？啊，所以討論神嘅榮耀唔停喺出埃及記。上帝醫好我嘅病，人人都話冇希望嘅，啊！醫生竟然宣布啲癌細胞唔見晒啦，咁我梗開感恩會啦，請晒全教會食飯啦，係嘛？啊，豪一次啦，咁神得榮耀啦，咁不過上帝唔係次次都咁醫好我哋噶，你知道嘅嗬？係啊，冇噶。你記得上帝最冇做任何嘢嗰次係邊一件事啊？咁啊，耶穌釘十字架咯。頭先你見好多噶，佢嘅愛子喺十字架上釘死，上帝有冇派天使落嚟？冇啊。有冇叫眼釘甩咗，耶穌成個跌翻落嚟？冇噶。耶穌就係死喺十字架上，但係約翰福音17章第1節好清楚話俾我哋聽，呢個係上帝聖父同聖子得榮耀嘅時候啊！識唔識睇啊？唔識啊！我成日都問，我病好啦，神得榮耀，我感恩。如果我病唔好，醫生同我講3個月，我開唔開感恩會？有一次大堂中座，我都唔記得係弟兄定姊妹啦，大聲回應，咁真心嘅，咁邊有開啊？咁有乜好開啊？咁唔係啊，神得榮耀，無論得時不得時，唔係無論是生是死，咩話？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係出埃及記4次記載神嘅榮耀喺啱啱完成嘅會幕，嗱，呢個係結束之前壓軸嘅總結。神嘅榮耀向摩西彰顯，話俾我哋聽佢嘅性情係恩典憐憫，呢個亦都係先知書不斷記住嘅一個啟示。神嘅榮耀喺西乃山上，以色列人有目共睹，又係一次萬眾期待嘅高潮。第一次呢，原來神得榮耀係喺以色列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咁樣嘅危機當中，上帝可以顯出佢嘅榮耀，在法老嘅橫古剛強，定係自尊之上？作為天父嘅兒女，我哋識唔識得喺邊一處可以見到神嘅榮耀？係啊，神嘅恩典足夠，目的讓你得到榮耀。喺幾冇可能紅海邊，法老嘅追兵，你聽到啲馬蹄聲，大家只有驚嘅嗰一份。但係猶太拉比又講得好㗎，佢話呢一個嘅經歷係以色列從老到幼，一個老人家行唔喐，俾人抬住，一個小朋友啱啱識行，都見證得到上帝奇妙嘅作為，榮耀歸佢。冇叫佢哋抄家伙拎木棍出嚟同呢啲埃及嘅精兵對抗，冇。但係佢哋就係親眼見到上帝嘅時間
同埋莫名其妙啲馬衝晒落去嗰啲泥扮嘅當中，咩事啊？上帝得到榮耀。